今年的5月到10月是石龟生卵的季节。根据海保署的统计，到今年7月底，伫台湾6大生态地记录到96只的石龟母来生卵，已经比去年同期的89只佫较侪。海保署也表示讲，今年的生态地有增加一大，就是东沙岛。若去推算，今年石龟母的数量有机会拍去年的156只。屏东垦丁大馆的海沙堡顶悬，一只海龟囝刷刷对卵巢爬出来，准备要爬登去大海。垦丁这间饭店已经连续2年，拢有立海龟来生卵。当年若到生态期，业者就会加强巡视，注意看是毋是有海龟上花爬过分者，卖菜镜头来即时监控保护卵巢。今年嘛是垦丁这大生态地头摆完整记录到海龟囝孵出来过程。5到8月份期间，那是海龟上岸产卵跟孵化的高峰期，也会在夜间的灯光照射的时间给缩短，以及照射角度的调整。那我们来打造一个可能是降低人为光害的一个环境。除了垦丁以外，小琉球、红头树、东山、望安、南沙、太平岛拢是立海龟的生态地。今年到7月底，拢总记录到96只立海龟来生卵，已经破去年同期89只的记录。其中新增加的东山，毋但是生态地，因为附近海域的海草资源丰富，已经成做海龟找食的好所在。海保署表示，透过信号器的追踪，因发现有一只海龟顶年才去望安生卵，去东山找食了后，今年又搁去望安生卵。因为那边的海草生态很丰富，所以让它们补充能量更快，从原本大概3到4年的繁殖周期缩短到2到3年，这样对族群的数量提升以及稳定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海保署强调，2024年拢总有156只生卵的立海龟，已经是近年来新纪录。今年搁加一大东沙生态地，有机会会当将数字再提悬。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雄场报道。